开跑之后有好消息，我们一定会赶快跟大家一起庆功，然后再跟制作公司讨论一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来回馈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这几天跑了好多地方，中南部热得要死，这样子开开心心的想推荐给大家，绝对不会让你后悔的一部大戏，台式的浪漫，台派的浪漫，请大家多捧场。当男人恋爱时，4月1号正式上映，廉价首选。这个秋的合作，你对他印象怎么样？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自在、很让人家感觉很舒服的人。对，一开始就是有既定对他的印象吗？没有，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在工作上也是有碰到过。然后因为当男人恋爱时，所以我们在前面排练的时候，导演为了让我们更有默契，所以那个时候才慢慢的就是认识邱泽。我觉得可能要比较多心理准备的可能是哲哥，没有啦，其实花了很多的力气，因为其实大家都还蛮严肃的看待那一场戏，对，每个人都很紧绷，包括现场工作人员，然后也很谢谢大家一起共同完成这场戏。那觉得最让你哭点的我觉得最后那里，怕爆雷。对，差一点点差一点刹车了。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很剧情上面的反转。那当然在这边也呼吁，就是有看过电影的朋友，记得可以热情的、踊跃的分享，但是不要爆雷啊！好不好？除了刚请大家喝饮料之外，过意识自己本身有什么就是会想做什么？我觉得先开跑吧，我们现在正在前端的冲刺，然后开跑之后有好消息，我们一定会赶快跟大家一起庆功，然后再跟制作公司讨论一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来回馈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刚刚讲到说要做这个本身肉啊，那我们自己是在家里上厨料理。会啊，怎么？会啊，我们其实上一次已经跟导演已经试做过一次了，非常好吃。对，你那集好好笑，全部台语。对啊，规定只能台语。都台语。所以在戏中就是会为爱下厨嘛。那像戏外也是会。希望就是等我们有那个破几千万的时候，我们就大家一起煮粉蒸肉给大家吃。